俗语讲了好。哎，头家啊，今仔日无啥物生理啊哦。你即摆是咧甲酒掺的啊？啊，怎么叫做无生理？无啊，无人啊。食饭时间，那安尼啊，你看啊，无生理卡拢垃圾啊。你看到不要那个穿我好哦。来，我来帮你穿啦。对啊，今仔等半波也无半个人客。最近较散嘛。哈，我来帮你白卡安尼。哎，我等甲吼拍下戏吼。即摆是食饭时间到啊，就啊，食饭时间都还未到，人客变来是问你做你的工课啦。对啦。哎，头家，哎，啱啊。嘿，你好，你好。嘿嘿嘿，哇，嘿嘿，嘿，真久无看咧。嘿，对啊。有。哦，足久无看呢。有。对啊，你今仔哪会来？哦，哎，你过来康无来，我要拍病呢。拍牌去断因啦，人客来，你做你的工课去。是安怎啊？来，哈哈嘿。喂，你看你这久无来，我这久无看到你啊！你看我那个无毛看到你，拄啊面后面拄即摆笑头笑面，我还介意你哦，你好一个机会好无？哎呦，头家啊！啊啦，我就甲你讲过几啊遍，我就无介意迄种的啊。你莫甲我勉强啦。你不爱食卤卵哦？是啊，迄出家人袂使安尼啦。呀，今仔什么风甲你吹来安尼？哎呦！头家，来，你甲看我的姿势，哎呦，清楚，就知影我今仔日要创啥。我完全了解。嘿，看你的姿势，是。你今仔要来收菜尾对不对？喂。按我这，我来搁个烫我烧啊！哎呦，唔是啦，啊，恁真足看。啊，我甲平常时啊，有啥物无共款无？我知，安怎？你是一定为着我对无？你是要来看我的对无？所以你安尼精心打扮对无？其实，不管你穿安怎，你在我心内底拢是上水的。哎呦，唔是啦，我是要去约会，约会，对，我知，约会。甲我约会对无？好，我个知影你一定介意我，只是吼你安尼害羞吼，你唔敢讲对无？你唔敢讲，我不要紧，你唔敢讲不要紧，我真正足欢喜。来，头家。你是安怎啦？你即摆是上班时间，你手工拖还是拖安怎啊？要对约会啊？啊？哎呦，真正的哦，我讲的约会，不是甲你约会，是甲我新交的男朋友去约会。什么？嘿，对。你无选我，你选其他的查某人？我无啊。嘿，啊，你查甫朋友生做啦，是做圆啊扁，还是安怎？你做什么？你无讲我听看卖。哎呦，人歹势讲啦。哎呦，那有要紧啦，大家熟识遮久啊，你个。歹势啦。歹势讲，伊讲伊歹势讲，歹势讲大讲就无歹。哎，我大讲，伊爱歹势讲。人起来，哎，你，这哈。丫丫，丫丫，你来向我来。小弟，康这个是你男朋友？对啊，安怎？安怎吗？哇，是啊。伊眼光袂歹咧，这少年看起来咧，好烟头，伊个飘片，袂歹。来，这我熟识足久啊，既然是你男朋友，遐济，好无？食啥？今日拢免拢我请，遐济。哇，头家足好的呢。拢算我，拢算我。哦，那还客气，哎，这个无什么要紧，你就家己的你的吼。我等下要搁听你两个讲你两段来故事。是要食啥？你做点，做点。哦，好食的全部拢来。做
全部拢来吼。嘿啦嘿啦，好你无代志吼？不，你的男朋友哦嘿胃口好嘿，那查甫人若食济，体力毋只会好，对啦对不对对？所以尽量当哈。然哦，我都爱食较济，唔知会好爷爷安全感呐，对无？安娜达，嗯，安娜达，爷爷，安娜达，爷爷，安娜达。爷爷。恁两个，你无看伊要挡袂掉啊？人咧食米粉，咱毋免到边仔发烧。哦，拄啊人点嘛，拢总传，啊，毋记你传。好啦，你人客不到那边啊，我跟你讲。安娜达，哎呦，哎呦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哎，这间店哦，物件超好食呢。是哦嘿啊，哦，嘿啊，超好食的。可安怎？啊是你较好食。哇，这侪人，冲上！哦，林啊！哎呦，总算我抓掉！来，你来吃啊！你欠阮大的100万，到底什么时阵要还呢？没来哦。歹势啦，我即摆我真正无钱，无你讲互我一段时间，我搁总钱来还好无？无钱，又回去食只好，点一道菜。哎呦哎呀！哇，啊是讲你要叫你女朋友来行，啊看伊身材袂歹，家境应该袂歹哦，环境应该袂歹哦，啊是你来用钱啊！爷爷，哎，两位少年人，卖安尼，大家有话好啊讲好唔好？卖安尼起家动手啦，嘿，我请恁食物件好唔好？卖起家人。嘿，食物食超好食的呢。对，啊，你莫惊，我保护你。我见你不爱兴钱是不是？等下阮大来，你就知死啊！哎呀，阮大来，哎呀，系啊，阮大要来啊！哎呦，啊大来，大，哎呦，大，哎呦，恁大是三太子哦。你要讲啥啊？大，而且无简单，无简单，查某人会当做老大的。啊，而且佫是三代主。你要吃是不是？好啊，你来啊，你来摕啊，哎呦，来摕啊，你啊。你唔通这乌道你危险啦！对啊，你看伊遐赤白白，你遮尔优秀，你会受伤啦。无我这，你这个查某人，你唔知影死卖哦？伊要行你，好，我找伊来，你讲啦，我是无咧惊，来啊，你来啊，唱秋的哦，什么？看这，你甲老大拍死我啊！你讲大呢？直接你讲伊最优秀的，四个拢恶性，惊死人。那呢？我唔知是安怎。安尼都哦，像这呢，惊无啦啦讲，哎，我会惊，开了遮尔大安尼，一个海甲都变鬼啊！伊个家敢若足无辜安尼，其实伊才是上好价。对啊，即款嘞，有一句俗话当形容，倒立嘛爱注意听好个。第一句叫做大骹加细鞋，第二句叫做班头加老爷。别起来啦！嘿，哎呦，方才这个情形，两句俗语大家有听到吼？第一句叫做大骹加细鞋，第二句叫做班头加老爷，就是讲这个囡仔呢，明明都足有气力嘞，就吓叫，惊家己干呢，哎呦，我惊，这个情形战胜第一句大骹加细鞋声，举手。
不得对看卖了哦。我就故意要叫恁无共，你个叫响啊！我故意要教大家无共。来，你过来，来，恁听着，恁迄边拢经大卡鸡舍，你经班头鸡老爷，你先解说。对啦，就是班头嘛。趁老爷无伫的时阵，就加一个老爷的，对对。无啦，这故事应该是讲这老大，唔知是安尼臭死太啦，子，臭啦，假老大的。对，不是就是安尼吗？无咱娘啦，对啊，我讲阮老大的对啊。拄仔是咧讲这个啱这查某囡仔哦。对，讲你哦。恁拢经大卡鸡舍，什么想法？大卡假细，就是款的，就是讲伊个骹实际上是真大，啊，毋过伊就经迄细鞋啊，看起来敢若哦，迄骹足细，实际上伊个骹是真大，就是讲，就是拄则咧形容我。对啦，假优秀，假优秀，假优秀嘛吼。对啦。我无要问你哈，你倒你绝对无意见，老师请解答来。以前哦，好家人因兜内底有查某囡仔会分做粗干甲幼干。哎呦，那叫歹粗干就是讲做一寡较粗重的工课，迄自细是无白骹的。有个人要陪你小姐身躯边的，嘛爱对咧白骹，迄叫幼干。较优秀的。较优秀的，所以粗干甲幼干。啊，明明去菜市啊，你是粗干，啊想讲，哎，我嘛要一双较细双的鞋仔来穿安尼，迄叫大骹假细，迄就是讲假身假达啦。啊，另外一种是班头假老爷，伊早官府内底吼。管老爷上大，啊，会较做是车爷吼，啊，想讲伊早上包青天是王朝马汉，伊会当管下骹遐个人。不过上有权势、有权有势人，应该是啥物人？应该是管老爷。不过伊会算伫遐骹踏马赛饭官是安尼哦，惊伫遐作鬼作怪安尼，其实伊无迄种权势。啊，上头啊安尼，你看啱啱吼，其实去了足饱的啊，根本无需要讲啊，搁找一个安全感的人，所以真正是吼，骷髅囝搁加软正吼，啊加身加重，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大骹加细。了解。对无对对。对不对？哇！本来是讲你今仔日你读题了后是无你主持讲安尼。我无使，我继续等，继续等，继续背。唔管咱怎，都是学着两句俗语来拍鼓励。